价。来关心要换寒冷了后有流感，今年公费流感预防车和新冠疫情预防车对10月份要开始注射。疾管署是表示讲，今年流感预防车要提供5种品牌，是有史以来上侪牌子的，而且嘛有推出注预防车的电子系统，家长只要伫线顶签同意书，囡仔就当伫学校注射。新冠甲流感病毒一直变，今年秋冬疫情恐惊会阁起来。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会伫10月初1公布开始做。今年流感疫苗会依照世卫组织选读结果，采用 H3N2 疫苗株，也是泰国株的新几季疫苗。新冠疫苗是采用 JN.1 疫苗株。新的这个流行株预估会是 H3N2 的泰国株。那另外新冠的部分呢，预期会流行的是跟 JN.1 相关的，像 KP 或者是 LB 系列的病毒哈，那也是在新一季的这个新冠疫苗里面有涵盖。疾管署表示，今年头一摆提供5种厂牌流感疫苗，拢是4价疫苗，分别是国光高端、赛诺菲、GSK 加台湾东洋，总额大约643.7万剂。其中国光加高端疫苗袂当用伫3岁以下幼稚。另外，今年也推出疫苗注射行政电子化系统，家长只要扫 QR code， 就会当同时完成流感加新冠2种疫苗的注射意愿签署，互囡仔伫校园完成注疫苗。5种厂牌流感疫苗，事实上都是经过食药署核准，而且都是安全有效的哈，所以建议是不需要特别去选厂牌。那如果说家长对于某一个厂牌流感疫苗特别希望小朋友可以打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到时候要再跟学校索取这个补接种单。另外，开学学童之间较接互动，顶礼拜长病毒问去进就医大概1.4万人次，疫情渐渐进入高原期。另外，老社群组也到红顶，我4礼拜老社群组通报大概98件，创5年同期新冠。检验以脑路病毒占6成上侪。疾管署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洗手甲饮食卫生。如果中秋节过了后，疫情才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央是有补助学龄进前的囡仔有